Hello，大家好啊！我係譚朗蔚 Stephen 啊，歡迎大家收睇咧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啊。今日同大家睇咧係4月19號啊，星期日喺沙田跑，但係就唔係全部田草噃，係綠草5泥嘅賽事啊。咁啊睇貼士之前，先睇兩則馬圈嘅消息先啦。第一則咧就關於兩位騎師就係莫雷拉同埋袁幸堯啊。咁先講袁幸堯啦，淨係跑田草咁啊，而係咧連續3期嘅田草咧都有馬贏，咁當然大家就好關注佢嚇。嚟緊咧呢一日咧佢都有成7匹坐騎嘅，咁我會特別睇好咧佢係除咗幫師傅姚本輝就係6場2號嗰匹招加加啦嚇，相對會係高勝算啲啦。咁同時咧，我都睇好4場無位傑馬房嗰匹鬥智波兩匹馬咧都係好值得關注。至於莫雷拉一直以嚟咧，因為佢過嚟香港擔任方嘉柏嘅主帥啊嘛，咁但係嚟緊星期日咧，佢都攞到咧2匹外線嘅坐騎，咁就包括係乜嘢咧？包括咧就係咧羅夫全馬房嘅大眾福星同埋咧葉楚航馬房嘅就係偵探傳奇咁我當然啦認為2匹馬咧都係值得關注分別咧就係大眾福星咧就出戰喺9場草地咁偵探傳奇咧就出戰8場嘅泥地嘅，咁到時大家關注咯噃。好啦，咁至於咧另一個消息就係關於朗勇啦呢匹馬王浪漫勇士咧將會喺今個月底啦26號咧就出戰G1 女王杯，亦都係第4次咧去出戰呢個賽事咁而且咧佩達麥道朗咧已經2次贏出呢個賽事嚟緊咧喺上次年度咧就因為傷而備戰咗今次再出咯噃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繼續追住呢匹馬王，希望佢咧繼續創造紀錄咯噃。好啦，事不宜遲啦今次咧同大家睇咧就係騎練嘅一啲配搭選擇啦咁呢次咧我係又追翻潘頓喎，點解咧因為事實上佢又多惡馬嘅今次咁特別關注咧1場開心3多啦6場嘅加州星馳8場嘅熾烈神驅9場嘅有形量同埋10場嘅受機標勁呢度數咗成5匹嘅馬咧都係咧係喺同程裏頭贏過嘅而係特別加州星馳啦、熾烈神驅、有形量同埋受機標勁4匹咧都係潘頓咧人馬係有過勝績嘅，咁所以特別需要關注啦。好啦，事不宜遲，俾 tips 啦噃，又同過往一樣啦，俾2場選項大家啦。咁不如就俾2場泥地啦，好嘛就係1場2場先講咗1場啦，係個5班嘅泥地1800米途程嚟嘅。我喜歡嘅馬就1號領創動力啦10號大利好運同埋11號嘅開心3多1號、10號、11號10號大利好運係布文同埋蔡約翰嘅配搭噃。咁呢匹馬咧，其實喺上季中嘅時候，已經年3月534夜馬場次咧，當其時就跑過5班同程嗰時係艾少禮跑咗第3馬匹喺同程就冇 win 過不過咧就喺泥地1650 win 過，咁所以咧都係相當熟泥地性能嘅一匹惡馬咁而佩特布文咧上2仗賽事喺5班田泥1650咧都係跑第2，咁所以人馬上面亦都係多證明嘅。至於11號嘅開心3多啦，就係潘頓同埋貴福特咁喺馬匹喺遠啲積啦23年12月215場次嘅時候，當其時咧跑4班同程嗰時係弱配一啲配中翼禮嘅，咁但係同樣地都贏到波，係贏緊4班嘅馬咁近嚟咧就落咗嚟5班，3月4號486場次咧就5班篤數1800
咁啊配巴道咁就跑咗個第2嘅，咁所以咧4班就 win 同程近仗咧就5班咧都係上名，都係1800，不過係谷草1800，咁所以轉過嚟泥地咧，相信都適合呢匹馬嘅。跟手包埋1號啦，領創動力啦，就係黃寶利跑1檔嘅。嗱馬匹咧喺12月27號啦，今季當其時296場次配搭田泰安就由頭帶到落尾咁結果贏咗嘅。後來上3仗賽事咧都係輸不過你留意上3仗賽事都係啲4班咁可能4班唔係咁夠跑啦。嗱今次一落翻嚟3班，加上阿妹咧又有輕磅之利咁所以咧都要預翻嘅。重複一場5班1800米係泥地嚟嘅，我嘅選馬係1號嘅領創動力啦，10號嘅大利好運同埋11號嘅開心3多好啦，咁去到第2場泥地咯噃又係5班嘅泥地1200米啦。我嘅選馬咧就係咧7號嘅魅力星、9號嘅爆熱同埋12號嘅快馬加鞭咁不如就先講咗7號馬先啦。7號馬就係魅力星，係田泰安同埋蔡約翰馬房咁兩場都俾大家嚟自呢個馬房嘅選擇馬匹喺1月21號365場次，當其時咧就配搭艾兆禮贏過同程。好啦，咁田泰安又有冇證明有嘅上一仗賽事4月1號565場次咧，當其時就配搭田泰安同程跑第3嘅。咁睇下今次田泰安又可唔可以保中到咧？因為呢匹馬都喺同程贏過嘅，而且1200米咧攞個2檔，希望幫到匹馬啦。9號嘅爆熱啦咁係艾兆禮同埋告東尼嘅配搭，仲1檔添噃咁而且馬匹咧係喺23年12月255場次啦，當其時3班啦，配搭麥道朗咧3班跑緊第3，咁落到嚟輾轉啦落到5班啦，可以關注上一仗啦4月1號565場次當其時咧就係魅力星跑第3，而邊個跑第1咧 ？Win 咧就係爆熱咁所以係新勝馬嚟嘅告東尼馬房新勝打達，我報個數據俾大家，就係5 Win 4亞3季數據都理想噃而且維持原配啦又有個1檔啦咁繼續追咯噃。12號嘅快馬加鞭，今次係初配潘明輝係嚟自無偉傑馬房馬匹咧就可能遠跡少少，就喺24年7月啦803場次5班蔡明紹贏嘅。咁後來咧就24年12月269場次咧跨咗個季啦咁就即係上季就係都係蔡明紹就跑5班第3咁當其時平頭第3，另一匹馬咧就叫做鑽石翱翔嘅。咁換言之都係上季嘅事啦最近嘅話咁至於馬匹近仗如何咧？可以參考翻11月26號啦208場次，當其時5班谷草1200，都係1200，不過谷草嗰時配搭班德禮咧就跑第3。今次配搭潘明輝，雖然就未有人馬嘅配搭咁不過咧，我覺得兩位騎師嗰個水平相若重複一次啦2場5班1200米係泥地我喜歡嘅馬係7號嘅魅力星、9號嘅爆熱，仲有咧就係12號嘅快馬加鞭咁貼士我哋俾到呢度咯噃預祝大家咧喺禮拜日咧呢個沙田就係綠草5泥嘅賽事咧，到時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